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哦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不闹了，好不好？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上楼歇着吧。喂。喂。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？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有没有？钱呀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去买点东西。拿着，拿着呀。谢谢你啊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？上去休息吧。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哎，少夫人，哎，少夫人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回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一次的袜子他不会再穿第二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揍你的顾家少奶奶！
我在这等半天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。我要东西呢。来，那我要的东西呢？ DNA 检测书是吧？我忘家里了。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给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我，就把它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行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拿。